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復活醬遊記》。2024年6月份嘅時候呢，我哋去過一次美國大峽谷旅行，之後一直都好掛住美國西岸嘅景色。咁1年之後，我哋決定再去多次美國，14日嘅時間，美國西部再開發。話說我哋揾到價錢都相對經濟嘅機票，單程係港幣4600蚊左右一位，由香港飛到美國鹽湖城。咁不過中途要轉2次機嘅，大家都可以參考下。今次係我哋第一次搭台灣嘅星宇航空，咁聽聞呢係被稱為台灣嘅阿聯酋。咁果然飛機餐係好食嘅，機艙都新淨企理，連啲戲都幾新下，我覺得係幾值得一讚嘅。搭咗咁耐飛機，終於嚟到美國啦！排隊做翻個入境手續先，咁轉多班內陸機呢，咁就會到達我哋最終嘅目的地噶啦。162嘅1咯，就係呢度。好咧。呢間係我哋喺鹽湖城住4日4夜嘅民宿。今次旅程嘅住宿呢，我哋都盡量揀有廚房。一嚟啦，係因為喺美國出街食嘢都幾貴下，麥當勞最基本嘅一個餐呢都100幾蚊一個，而餐廳呢又要收稅收貼士。如果食足咁多餐嘅話呢，條數都真係好襟計。咁而二來啦，我哋對大部分美國餐廳嘅嘢食呢，其實興趣都不太大。咁去超市買返當地食材，自己煮，我哋會覺得仲開心。好啦，第一晚就唔安排咁多行程啦。今晚唞足精神，聽日正式起行。早唞。早啊！瞓醒去租車公司攞車。咁我早幾個月喺 Klook 個 app 度 book 嘅，嗰時見有架 Ford 最平咁啊 book 咗，都冇咩特別要求。估佢唔到嚟到俾咗架好新嘅 Jeep SUV 我，仲有埋4區玩咁開心。為咗適應時差，養翻夠精神，今日係冇安排啲咩特別嘅行程嘅，全日得一個地方去，就係全世界第一間 KFC。始祖店係1952年開嘅，2004年就重新裝修咗，咁所以面前呢個建築物都唔係原裝嚟嘅。原店其實都唔係叫 KFC 嘅喎，佢係叫 Harmon Cafe。KFC 叔叔都唔係老闆，呢個 Mr. Harmon 先係老闆。Mr. Harmon 就好欣賞 KFC 叔叔啲炸雞，大家本身有 friend 底嘅，就邀請佢喺自己間 cafe 度賣炸雞。唔賣猶自可，一賣仲勁過晒你原本 cafe 啲生意。第一個月已經賣咗3000隻炸雞。老闆諗下，不如招牌都改埋佢，話唔定仲好生意。最後就由 Harmon Cafe 改名做 KFC 啦。出發啦！今日我哋會去鹽湖城附近2個景點。第一個景點叫做 Stansbury Bay， 佢係美國猶他州大鹽湖嘅其中一部分。最特別嘅呢係佢有幾個湖係呈粉紅色嘅。嗱，上網睇呢，佢話要經過段 off-road 嘅路先去到嘅。嗱，似樣啦，望下隔離有得 off-road。Google Map 又話差唔多到，轉個彎中個頭落去先。嚟到梗係要拍埋上個4驅 mode 度試下先啦。
原來行鬼錯咗路。喂，行極都冇關於景點嘅嘢嘅，係話知去玩下車先啦。爽！喺美國沙漠地區咧，離開一大城市成日都收唔到電話嘅，建議下載定個離線地圖啊，收唔到電話都可以開返嚟參考下。再嚟一個問題，成日方圓10里都冇廁所嘅。哇！屌！不過都係小問題，只要親大自然就解決到㗎啦。今次個旅程都親咗10次8次，親得多覺得仲舒暢過揾廁所。另外提大家有興趣嚟以下呢個地方嘅朋友呢，你喺導航呢就唔好打 Stansbury Bay 喎。咁你喺導航打 Stansbury Island Road 或者 Stansbury Viewpoint 呢，咁先唔會出錯㗎。呢度除咗睇到天空之鏡，仲有之前提過嘅粉紅色湖。咁大家可能都會好奇，點解個湖係粉紅色嘅呢？其實當中經過咗一啲生物過程先會變到咁樣嘅，但係太複雜呢，我就唔講啦。概括嚟講呢，係因為呢啲湖入面有好高嘅鹽分，咁佢會令到某啲細菌同藻類會分泌咗紅色素，然後吸收咗陽光中嘅 UV 呢，佢會變咗熱量去散走，咁最後呢，就會令到湖水呢染成淡淡嘅粉紅色。咁而家呢個角度呢，未必係最明顯嘅，最後航拍嘅角度，你就可以睇到最壯觀、最靚嘅一面。呢度真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嚟㗎。接住落嚟，我哋會去下一個景點，叫做 Bonneville Salt Flats， 世界上第3大鹽灘，佔地面積104平方公里，講緊係等於2個九龍咁大。呢度係一個內流盆地，意思係佢連結唔到任何河流或者海洋。而猶他州西邊嘅雨量少，天氣極為乾燥，雨水落到嚟近乎原地蒸發。蒸發之後就會剩低鹽同埋礦物質，最後就會成為咗我哋面前呢個超龐大嘅鹽灘啦，好似喺月球上面散步咁。來下。來都來啦，應該正嘅喎，好靚，都幾正。其實攞呢一個已經夠我哋炒3日嘅餸。咁咪攞返去煮咯。
早啊，美國啲便利店好奇怪，好難揾到齋啡賣，成日淨係得呢啲包裝好 hardcore 嘅化學合成蛋白溝咖啡因能量飲品，成日飲都唔知得唔得。今日我哋會繼續喺鹽湖城附近參觀多2個地方。第一個係羚羊島州立公園 （Antelope Island State Park），佢係位於大鹽湖中間嘅一個島嚟嘅，佔地面積109平方公里。啱啱就係經過售票處，揸緊入公園呢條路已經好靚好靚，亦有好多唔同嘅候鳥喺度棲息。咁呢度未成為公園之前呢，本身佢係印第安原住民打獵嘅地方嚟嘅。去到19世紀，有啲探險家嚟到島上，見到有大量嘅羚羊出沒，就將呢度改名為羚羊島。但係我哋參觀咗半日，由頭到尾半隻羚羊都見唔到。呢度應該改名叫野牛公園先啱啊！公園內有17條規劃好嘅步行徑，我哋揀咗一條輕鬆啲嘅嚟行下，叫做 Buffalo Point Trail。沙漠地方呢，其實溫差係極大嘅。朝早出發嘅時候呢，攝氏係9度，中午係20度，再加埋個暴曬，個體感係可以去到30度。所以大家記得一定要做好防曬，飲多啲水。同埋咧，入口講到明，公園裏面係冇任何嘅補給，即係話冇任何嘅飲品啦、嘢食啦去販賣嘅。咁所以都會建議大家咧，長期擺定1-2公升嘅水喺架車度就啱㗎啦。行完步行徑，我哋會去一個歷史牧場，叫做 Fielding Guard Lodge。1848年呢，佢係由摩門教會建立嘅。咁喺1981年呢，已經停止咗運作㗎啦。但係而家呢，都仲保留住當時嘅畜牧設施同埋居住場地。咁另外呢，佢都會仲有一啲小型嘅博物館啦，同埋展覽俾大家參觀。而最重要係有樹蔭可以食飯啊！離開咗羚羊島州立公園，我哋揸去鹽湖城最後一個景點啦，叫做大鹽湖州立公園 （Great Salt Lake State Park）。大鹽湖係世界上第8大終端湖，佔地面積4400平方公里，即係相等於4個香港咁大。而終端湖嘅意思呢，就係個湖淨係得流入嘅河流，就冇流出嘅，有啲似我哋之前介紹過嘅內流盆地。河水入到嚟呢，又係只能夠靠蒸發離開，蒸發完就會留低鹽同埋礦物質。積下，湖水平均嘅鹽度去到12至到15%，比海水足足鹹3倍以上，所以只有極少數嘅微生物可以喺度生存到。呢度每年開採數以百萬噸計嘅鹽同埋礦物質，係美國最大嘅鹽礦產地。哇！影到咁嚟到呢度喺鹽湖城嘅行程都差唔多告一段落啦。
第二日我哋朝早8點就揸車出發離開鹽湖城。頭呢幾日入邊已經俾呢度嘅景色震撼到，相信之後絕對唔簡單。因為今次旅程嘅最終目的地係黃石公園。喺鹽湖城直接揸去黃石嘅話就非常之遠嘅，咁所以我哋會先去一個西部牛仔小鎮過一晚夜，作為中途站。咁揸去呢個中途站都講緊5個鐘車程。沿路我哋都會再參觀其他景點，最後先會到黃石呢個終極目的地。行程太豐富，一集講唔晒，今集要喺度講拜拜。如果大家有興趣繼續睇我哋自駕遊同埋美國西岸嘅風景，不妨 subscribe 下支持下我哋 channel 啊！有咩想傾都歡迎大家喺下邊留言嘅。咁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